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丁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就差不多年底啊，咱来讲迄个巴克类，这有意义的，咱等下就知啊。但是呢，我想来讲一个故事好啊。我之前有去台南佚佗，就即马你嘛再去台南星汉医嘛。即马虽然有肺炎，但是你要入去应该是无要紧的，我到遐啊介水。袂使去到澳洲安尼，知道吗？迄厝啊，起了水水啊，厝顶下。啊，有一个所在，有一个楼梯。所以顶头厝拢已经无去啊。迄阵本来要拆掉啦，啊尾啊讲唔通留起来，甲剩迄个下骹迄个梯咧。你若拄去，你毋知是安怎有一个楼梯。但是我即嘛知影，因为楼梯呢，就是巴克咧进前。年老的时阵，因为伊中风啊，较无方便，甲做一个楼梯互伊使。用轮力通塞起，再塞起有一个斜坡安尼的。啊，但是你即满你要看巴克利用大诶，啥物款啦？你去找伊个陈澄波诶话。哦，丹顶波。捌去也。伊这边有这个新老风景。哦，好。新老风景就是巴克利以前大诶所在。哦，无错，毋捌看过。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有即巴度。迄是半路洞无参迄个楼梯嘛凸了了诶。对啊，就生活留一段落来，但是你若要看水水诶图，去看丹顶坡，丹顶坡个故事嘛。哦，迄嘛真精彩啊！阮家己人呢。讲起来实在是台湾天也黑一边安尼。好啊，所以咱今日要来讲巴克勒啊，巴克勒是1849年出生伫迄个苏格兰，啊是算南部教会真重要诶人安尼。啊，先讲者就是讲，伊谈台湾时间有够长安尼，60年，60年，所以伊是相长诶，嘿，上到即嘛个无人比较长，可能天主教迄边有可能啦，有当时啊，种有听到有啥牧师，毋是牧师，新妇淡仔算少年来啊，到退休才转去安尼。咱拢听了一寡外国宣教师啊，包括新妇牧师吼，安尼伫为台湾做啥物代志，为台湾牺牲啊，真少听讲中国人去到国外为迄个。当地人吼，安尼起厝啊，注意因的卫生啥物啊？中国咧讲因的文化比是世界上好文化，这敢要信？伊即嘛有啥物一带一路啦？但是迄拢咧想到为家己啊，拢是国家咧做啦。较罕诶是讲，因为因无宗教自由嘛，你有法度安尼奉献一世人诶，你若毋是讲薪水介悬，你可能爱有真强迄个信用诶。支持才发度啦，还有圣经家你才发度啦。来去做工课，想讲较早退休诶，看你也退休金无？好啊！我看资料，因爸爸跟他是做生意诶嘛，啊嘛厝诶盖好嘢呢。对了，伊嘛算教育足好诶，去读格拉斯哥大学。个即嘛也足好诶学校啊。对啊，而且因的老师是热力学之父呢。阮读迄个，我过来主要错一条，因为你若读物理啊、化学的，知影就是课文，课文就是绝对零度迄个，K 就是伊的名呢。所以捌甲伊做阵写过论文呢。对，所以应该是足巧的人，而且伊个有敢摕着奖学金去了德国。读过册，伊对数学对物理拢一直足趣味诶。即款科学啊，是讲科学物件拢足趣味诶。所以即嘛先讲就是讲，逐个莫想讲迄个牧师拢是啥物读文啊，规工在读圣经。毋是，其实伫大学诶时，甲老师做诶一个研究吼，有记载伫英国报考专书顶头咧呢。对，因为因老师的课文啊，迄阵可能。诺贝尔无摕着尔，这照你讲应该是爱摕着。你知影课文啊，知影讲偌重要的。好啊，伊是1875年来台湾的，所以台湾上早南部都除了荷兰时期莫讲，孟加国1805嘛，对，1867李秀牧师，1871甘伟林，1875巴克勒，所以这几个拢做阵来，拢足精彩，一个接一个。而且有一项较趣味的，讲咱定定咧看伊主要讲，毋知影伊安怎会经到台湾有无？伊家己讲是讲，人讲伊脚较长，叫伊来台湾。伊讲上帝看伊脚较长吼，建议来台湾啦。因为跟澳洲台湾之济山济啦，山济定喺爬山呢，脚长手长，较方便的呢。这应该是讲生笑的啦。但是伊别讲就是讲，伊用精选来，伊毋捌感觉讲歹过安尼，感觉
足幸运的安尼。一开始做老师团教较济嘛。尾啊搁10年了了有办教育公布，这教育公布介重要，咱对，这影响台湾足大啊。那今嘛来看，这应该是华人啊，世界上早个今嘛个在印的报纸。对，今嘛好多教育公布。对，但一般来讲你买袂着啦，你爱去长老教会，还是去教育公布社。伊都有。我厝规套。对啊，我规套拢甲买起。我白话字个规套拢甲买起。网络会再看到电子版的，但是你就看袂到什么广告遐物件。迄有当时啊，甲迄个时代有真重要的关系啊。什么活动啊啥，你都爱看迄个实体才有安尼。这个报纸是非常重要。咱咧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，牧师都捌讲过。因为你听伫头一个对教会迄个时阵的教会来讲吼，等于教育公布除了收集消息传播消息这个功能以外。抑个有像别个牧师因遮宣教师会当通过即个来教导教会，吼。除了这以外，咱也徛到今仔日立场，我倒转去甲看，这是一个记录台语一个足要紧的一个报纸。你不甲想，1885年伊甲即阵后消息、后小说、后戏剧、后迄个后教理的迄个等等遮物件，遮尔丰富吼。甚至包括历史资料，吼。咱拢用台语记录来，到今日咱看会到，实在是足无简单诶。对啊，因为迄个时阵台湾有读书诶人，拢咧想要科举考试嘛，做官嘛，所以台湾发生什么代志，其实袂讲介重视。你咧看可能是45斤啊，这样。对。巴克类的来的发现讲，咱这样其实拢会晓讲台语啊嘛。对。只是无用文字甲写落来。对。所以第一篇我会记得伊写的就是讲，科学恁遮诶。你的汉字太歹学啊，所以阮即嘛有一个白话字，互你较紧学起来。确实咱顶几集嘛捌讲过，而且足紧诶。你若毋捌字诶人，可能一礼拜、2礼拜，你就有机会去读一寡书，有机会去知影你四周围发生什么代志。更加重要是讲，这个女性，这足大对，对，教育公布诶成立对女性诶意义嘛足大。因着算讲为因开一个世界安尼，对，伊通过遐个文字目睭真拢金起来。嘛就这样的安尼，尾仔就开始去读册。对，嘛算讲咱的教育程度就开始有起来安尼。咱的迄个文字以前嘛，捌讲过，顶头个有小说嘛。对。比什么鲁迅的，什么拢搁较早呢？就是教育公布一个日本的怪书安尼，一直这趣味的，大家再等去听。所以，伊就是算开始办这个报纸嘛，开始印，而且伊个有一项重要的，一直拢咧做，就是伊嘛去翻译圣经。对。讲闽南话，也是讲伫中国迄边，所谓讲厦门话人意义足大，因为较早圣经开始有这个白话字了，吼，用罗马拼音的这个字，吼，上主要是用迄个咱的母语给它读出来呢。即嘛个买会着嘛？对啊，叫那个圣经，我即嘛手诶嘛是一本嘛，但是。每年特别出新的，或者单一本新的，因为内底有这个书，咱是用即嘛较无咧用啦，像什么宋乡人嘛较无啦，即嘛咱一般咧讲善恰人啦，艰苦人啊，汉字是写迄个上香，宋乡，宋乡人啊，我看久了才讲，这就是善恰人意思安尼，即嘛无人安尼讲啊，无人安尼讲啊，讲迄个婚教讲叫钱啊，咱嘛袂安尼讲啊。对啊，咱即马直接讲婚教呢。那面都有新版的呀，但是你看这偌久诶，差不多100年拢还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加在伊有真哩这时间做几项代志，就这人。以前嘛毋是讲这时间，伊新约翻译了，叫伊过去翻旧约是伊超过80岁啊呢。伊超过80岁，佮走去厦门翻呢，我实话讲啊，迄啥个可怜呐。小老拢会叫伊翻吼，但系迄阵可能是即系讲好多话诶教区内面，大家感觉伊是名望上悬啦，学问上好啦。咱来讲，我想一个原因，可能是伊读上侪摆，伊随时拢有在读，这可能无人比较熟安尼。就这样特别讲，伊算讲与迄个英国迄个绅士风范的咧，就是用迄个理论事件对。即个刚是讲要去了屏东嘛，屏东宣告宜顿迄牧师，即马做德产啦，竹田啦，竹田做挖倒位啊，
毋是到迄个哥伦比亚嘛？啊，唔唔，靠我高雄呀，对，靠我高雄呀。啊，这故事牧师来讲好。这是安尼啦吼，伊去议论的时阵吼，有买一个张阿金的厝。啊，较早伫迄个台湾的时咧宣教的时吼，迄个民众咧反教会吼，毋若是讲无要互你来传，就是讲阮中间若有人厝要租你要卖你，伊嘛不准迄个租址啊，租址，甚至是马街伫台北有迄讲租了啊，迄厝嘛去互拆掉啊。啊，伊去甲张阿金的厝买了啊，人嘛是咧反对啊，朋友就反映到台南讲牧师啊。阮遮呢吼，互即个民众反对讲啊，你礼拜有困难，啊，你会当来斗帮忙来甲咱看者无？我看有讲什么理由？理由是讲什么？伊迄去迄个教会所在是迄个灵的暗棍啊，迄灵的暗棍啊，对，啊，这个在伊讲啊，白河嘛讲是去动了伊的风水。哎，拢嘛讲专讲即款有诶无诶，因为伊就不别个理由啊，人诶厝人要卖嘛袂使。人迄个要卖，啊，伊就安尼吼，怎去迄个去议论看，还是1884年7月18去议论看，伫遐吼，伊甲遐人讲啦吼，讲阮继续，你就是反对阮明仔载礼拜照常啊咧，这是1884年7月18，过当讲7月19，因咧礼拜时吼。听见外口20-30人安尼讲落讲，讲，一堆人跟8大桶的屎吼，啊要冲出来。教会会有段门禁关起来，较早迄个传统的迄个段关起来，因段继续破，屎都闷咧芳啊入来伫迄四季拢喷，啊喷白起咧当然甲冻嘛，阮会使无到这个所在礼拜，毋过至少爱互官府清楚讲。阮袂使要这个所在，官府敢做一个判断，阮什么理由安尼？嘿，到底是安怎？阮袂使到这礼拜，因听了白客咧讲安尼尔，无讲什么理由，晒到对白客咧头那个男咧。啊，照后来讲话，就是讲白客咧伫迄个时阵，甲因讲一句话啦。讲恁这晒是应该下到水杯内面啦，毋是淋到我身躯顶啦。这样呢，马上我有。一个伊公用的，会使种物件，你想要摕来食？安尼是毋好啦。啊，毋拿呢吼，其实咱拢注意伫白客咧，因弄入去甲厝内，将迄个会友的头毛啦、有喙鬚啦、拆衫啦，啊，白客嘛，为因讲毋通安尼吼，爱嘛是用棍啊讲白客咧啦。啊，这是真出名诶议论事件。啊，白客咧伫遐受真大补助。但是伊迄时嘛无讲算足冷静诶，对啦，足冷静诶啦。这嘛是为啥去人破红漆诶啊？李登辉迄时阵啊，个人迄香港来开餐厅诶嘛。咁破油漆啦。系啊，有啊。这毋知什么意义，我想无。但是就要补助伊安尼尔。啊，就甲你增加麻烦啦，吓惊啦，主要是安尼啦。啊，可能其他人嘛毋敢来，想讲来去。啊，你若看讲啊，惊了后摆就毋敢来啊。不过教会有缘伫德den去做教会啦，所以这不要想要改过的，伊是敢若讲去官府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官府的去掠人看到底是什么人来做这个代志，啊，迄个主犯尾啊掠着，都尻川公公诶，都可以转去啊，都帮伊走。有背上咱教会，就是讲伊厝母迄落去安尼吼，安尼有一块钱啊，不陪教会了。所以我有当时咧读，咱台湾人较早有诶足无道理诶啊。迄个家己反对外国物件，啊，叫清国叫这孔子、孟子的教士，教讲我著上熬，别人拢袂使，啊，别人这较我这烦恼要来教我物件，我都无要听伊的，拢嘛迄款心态啊。我感觉讲迄阵教会可能嘛无在这上面书吧，伊就是逐礼拜尔，因为你若讲像讲别个宗教哦，有遐放炮啊，放个就大声就吵。教会讲实在无啥物声啊！较早圣诞节干一年一摆，迄报佳音都红美个要操人你啊！我就话迄个放迄个炮啊，放个，哎呀，我放几暝对啊，少呀！对，这样代志，但是另外一个老60年，对啦，无简单，伊嘛无是啥物影响。我嘛心情应该是无好啦，但是伊就更加确定讲伊爱拍拼去团安尼，因为讲实在嘛，毋是大家拢安尼嘛，嘛是足侪真好诶台湾人。对了，伊是算中华分诶人。对。伊登去英国了，
1891年的时阵啊，伊即阵已经几岁啊？1891，超42岁，所以42岁的时阵，伊登去英国，放假的时阵，他领拜伊的太太伊丽莎白嘛，因太太本来是护士，嘛来台湾，而且伊个去东部到宣告安尼，因太太后来节目边，我印象对因太太嘛，真正因为我老头壳听，看因太太讲到头壳听，我这感激。好啊，巴克勒还有一项代志，跟台湾的历史非常的关系，就是伊代表台南人去甲日本人谈判安尼。应该嘛毋是谈判，应该是讲去甲伊将台南人无要反抗这个消息，想要救和这个消息，替台南人传互日本将军。台南就有巴克勒公园，对，住伫迄个台南县人的边啊。因为巴克勒有做这项代志，对台南人最要紧的。所以讲救了做侪人的命安尼。咱先甲这故事为头开始讲好啊，就是马关条约出来了，台湾就变日本的嘛。对。但是台湾有一寡人就是讲啊，阮袂使啊，阮较爱清国安尼，所以规个咱来独立好啊，咱台湾民主国啊，做一个民主国。第一个迄个总统就是唐景崧嘛，唐景崧，唐景崧嘛是。算讲清国派，清国上尾的迄个巡抚啦，对，大家人就讲啊，你来做总统，然后想来怎大，你硬往压去的啦，看他做几工啊，10日啊，10工嘛，哈，10工的总统，10工总统啊，对啊，10日总统啦，这我无怪伊，讲实在，但是我买走，啊，我伫中国来，我喜欢哪位跟台湾家呢，这样变死啊，对啊，无意义啊，啊，走去了咧。台北遐算讲日本人来的时阵有反抗一个，按照日本人武力上一定拢比台湾较好啦，所以台北有死一寡人嘛，日本真紧就甲台北摕落来，所以就迄个南部来，爱摕迄个高雄甲台南安尼。主要要摕台南啦，因为迄阵的行政中心伫台南嘛。啊，台南这边啊，因为台北已经唐景崧走去啊嘛，台南有一个迄个刘永福啊，老永福。然后算本来是一个将军嘛，因为伫迄个清国甲法国的战争时，伊算战了袂歹啊，战了袂歹，迄阵就做乌旗军啦，系啊，所以南部人就想讲啊，无换你来做迄个总统好啊，对，啊，伊马上答应的，日本人已经有派算讲书架来讲，恁规个的放弃安尼，阮来接受的好啊，啊，伊一开始是毋愿意的。伊就有迄个写一寡物件，台湾立我中国200余年矣。所以你看伊嘛知影讲台湾胜互中国当200年啊。台湾毋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对，听伊咧操蛋咧。对，其实当200万年啊，刘永福下来哦。啊，伊讲伊即嘛奉命驻守台湾，当与台湾共存亡。我一下下来就甘心了呢。一旦委而弃之，将何以对我先皇帝于地下？就是讲哇，伊想着讲这长的历史安尼200年来，台湾拢是中国的。啊，即嘛那凊彩个放弃，伊敢若真见识。无法度面对列祖列宗啦。对，所以一开始的态度嘛算足硬呢，毋可以迄个导航。但是伊个听到消息讲台北已经摕落来。日本来接强着，所以伊人台湾人嘛去摕钱嘛，要去找一寡军啊、兵啊，摕一寡兵啊来迄个对战安尼。啊，另外一项代志是讲，伊嘛有走去问神嘛，这有留落来，因为开始嘛有一寡动摇的，想讲啊惨啊，这无一定拍赢。你遐问神的资料真精彩。听讲，淡仔一直要留口啊，留1-2点钟拢流袂出来，伊就尾仔讲，我已经毋知要安怎做啊！你较紧互我一个口啊，一个指示安尼。是要避到台湾啦，是要离开安尼啦。对，啊，结果伊就讲，求财不得，求病必死，出行多阻，伊就想讲啊，安尼可能袂使啊，所以就有一个人就讲阿伯浪港。阿伯浪港啦，伊迄个代志教会公布，其实有记，迄资料主要嘛拢对教会公布来，就是尾啊伊装做一个阿伯啊，头壳包一个囡仔，
毋来去对共抱一个红鞋啊，装作阿婆安尼走，走去咧一个外国诶迄个船顶头，船诶顶头，军舰诶顶头。尾日本人有传听到这个消息，有约迄只船到海顶，嘿，到海顶，结果找无。尾日才知影日本人啊犯这错误，伊想讲这老鹰号是查甫诶，对，所以拢去找查甫诶迄个大客啊，去查甫大客先找都找无拍算伊装做查某秘伫查某诶大客内面，人就要将这样代志讲，老鹰号是阿婆浪港，所以走了。阿伯就是讲伊装做查女诶，阿婆浪港这咱就看就讲，走有啊。我细汉也个安尼讲啊，浪港我就是讲走路意思，嘛毋是走路，就是走啊啦，离开啦，或者浪港，阿伯浪港。有当时有当咧开玩笑啦，讲我要来浪港啊，我无人安尼讲啊，这少年就无安尼讲。但是我看主要是讲有诶人讲，毋只是安尼啦，因为迄阵你要走嘛，无遐简单啦，因为日本人已经来啊嘛，含有唐景崧要走嘛是。敢若有嘛是爱改一个名，还是讲改一个外形，可能较袂认出来。日本人掠伊毋知安怎，我是毋知。掠起来都是俘虏啊，战俘啊，去用掠起来。反正因拢走转去中国。讲实在，我感觉因走转是合理，因为本来伫中国来，都拄啊讲诶，因为伊无需要甲你遮同遮拼生拼死嘛。不过伊毋通甲民众讲，我要甲恁共生死诶，即个话毋通我别讲啊。对啊，佮共摕钱对不对？摕介济钱安尼。啊，国王干嘛共摕钱啊？因本来嘛是走去嘛。对，走去。对啊，这个迄个时阵你看，就是安尼四散去啊。一开始讲啊，就好听讲，阮对伊个秦国最忠心诶人，日本来，阮绝对袂安尼放弃，阮绝对要保留即个土地。讲啊，话拢讲啊满啊呢。其实私底下嘛走去问神啊，尾啊怎走离开台湾安尼。即嘛惨嘛，因为遮个人走去啊，日本人要来啊。巴克勒有写日记个一个宋中间。即个代志就是台南人发现讲老鹰福走，个一寡老鹰福村的兵啊，煞官兵变做强盗黑白抢啊，台北嘛是安尼啊，台南安尼，规个拢乱去啊。这样就无政府啊，无政府啊，有啥物金啊、身体啊，对啊。这人尾啊想讲，咱这也袂晓，无啥地位吼，要安怎来对日本人讲？无恁平安就得卖敢抬哦。尾啊做一寡地方的新书哦，咱就较早讲做士绅啦吼，地方的新书。包括秀才啦，什么吼，百外拿签名，互巴克利起头嘛，无啥个，因为日本人落来时阵吼，捌发生教案，就是讲有一寡基督徒向台，因拢黑白团讲基督徒会通日本，就是间谍安尼，间谍啦，伫迄个磨刀，就为了这个原因，有19个人去用台死啊，内面10几个拢基督徒，有几个是厝边呢，厝边起来讲讲毋通安尼，参厝边嘛去用台来死啊。所以巴克利有听了这款磨刀教案的代志吼，伊想想毋通做这款代志，所以讲毋通哦。因尾讲安尼啦，就你是替阮提去吼，对，百外人都顶头签名，你替阮转达安尼。巴克利怎啊替台南人民转达？半暝到遐是3点，哪行哪吟诗，伫半暝中间摕火把表示讲和平安尼，到迄个乃木将军遐。将这个批交乃木将军。其实这过程啊，伊拢有写来嘛。拄啊，无叔讲，因为迄个日本人来进前啊，就像咱即马定看美国啥物伫抗议的时阵，有人就先说走入人个店内底，就是物件对啊，这时阵就是上乱的时阵，上乱了可能一个风声，大家就开始做乱啦。像人讲迄基督徒就是甲日本人拢做阵的，所以咱就甲抬死啊。所以即马巴克勒伊的角色变成讲，你的人也无相信讲阮是中立的啦。而且伊是牧师，你若叫牧师做这个代志，你免个叫领事馆安尼。我伫迄个时阵，我想这民众的感觉吼，迄阵才感觉着牧师是一个客观较互相信的人。迄个时阵，我想是迄个民众迄款感觉。我有看一寡主要是讲，迄阵英国已经无想要插啊，因为为什么无想要插？日本人就捌去找过老鹰福，讲叫伊
导航，佮又或者时间讲，日本派人来，啊，台湾应该派人去，然后佮调工派一个算细卡去安尼，看人袂起，所以无谈好安尼，所以即摆英国人嘛，无啥物相信讲台南人遮有影要去坐落来好啊讲，算起来巴克勒嘛有影。我是好人对不对？经过这代志去用发赛，还佫有人去用台，尾啊伊嘛是看这台南人，想的讲好啦，嘛是拼一条命安尼。伊毋是家己去的，拄啊讲甲伊迄个宋志坚，宋中坚，迄个台南人我有代表做伙去的。但是我看迄台南人讲，伊一开始有门口讲啊，就听讲啊，巴克勒这部书你出来，阮有甲你准备迄个有人叫会甲你讲去安尼。到门口一叫，听讲迄叫更叫走了，听讲要去日本要就随走去。不然这个叫第二批啦。对啊，要人行，啊个骑马安尼，行已经半暝3点来。哇，这你像迄过程，迄毋是一底下路尔。日本人有接受吗？嘛是有接受嘛。有啦，迄阵迄个将军。迄个乃木将军咯，乃木将军伫台湾人，大概拢真了解这个人。这个人看了巴克勒，我那较相信啦，毋是你本地人。啊，你搁再传话吼，讲好，啊那真正安尼，我平安入台南城。对啊，所以伊对今仔日台南的南门入去，日本平安对台南的南门入去，平安收台南。因为今日讲变成讲，哎呀，你看你甲排好啊，你甲排好，要甲抬我要。啊，所以因日本当然你会派头前的军队啦，吼啊，先入去看平安这个中间的部队入去安尼。后来这样代志呢，对教会来看，伫日本正开始治理的时，有因为这样代志，迄个日本人正来的时，迄个对教会态度较好嘛，态度较好，较无像伫清国迄真正乱来啊。我想日本人毋知有读过历史无，因为真正。电信工业时代，就是甲牧师抬死嘛。我想巴克勒应该知影这样代志。迄时阵就是两个国家，就是电信工甲荷兰的时阵，就去用抬死。伊就是负责去传话。对了。但是这个结果是较好正面啦。就是，所以后来台湾人就是安尼真少年伊啊。迄个时阵伫迄个大危机的时阵，是伊救了台南人。所以即嘛就功夫嘛。这个代志我先说讲一句话啦。对。你出世的时无拄到台湾这杂志叫夏草，夏的是迄个夏天的夏哈，这是一个通派杂志啦哈。这个夏草伫迄个时阵吼，你讲到巴克勒时吼，伊常常爱讲，基督教徒果然是殖民者的糟糕。照这夏草的心态吼，就是讲，你咱咧互这日本人统治是在异族统治之下，伫外国人的统治之下，我是不也想想诶。咱台湾人互晚清殖民嘛，伫外国人的统治之下，较讲迄款话。迄个时阵，你看有一个将军刘永福已经走去啊，一个唐景崧本来巡抚嘛走去啊，清国都已经要甲你放弃啊。对啊，你家己的人无军队啊，无啥，你要摕啥去人者？对啊，咱嘛是敢若去互清国殖民安尼嘛？对啊，殖民嘛。这个人，我就讲你嘛互日本殖民，你嘛互晚清殖民啦，敢毋是？就是换一个头家尔，只不过意思，但是上无。已经无可能改变啦，想要因为巴克勒人家人去讲和，尾啊减一个战争安尼，减死就侪人诶。所以我感觉，所以这是你去台南看巴克勒讲的背后的原因啦。对，即嘛有一个巴克勒讲，介水啊，讲实在，讲这教育公报即嘛嘛个伫咧嘛，教育公报伫咧，在台南新人边啊，伊创办的教育公报伫咧，台南新人也伫咧，伊的圣经个即话要。新的还未出来，以前还搁咧用，伊影响足大呢。对啊，我特别爱讲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有一个代志是伊过身了，大家都知影诶，就是16岁时阵生日时阵写一个迄个献身文。献身文啊，我知影这样代志，最近迄个可能是旧年当时，可能是来台湾宣告偌济年的纪念，所以教育公报下都有一个活动，就是讲你会使用手。像安尼写伊诶献身文啊，献身文台湾讲献身的文章啦，献身文，就是你会使用手去抄落来啊，寄登去，这个一个活动安尼，我怎去甲迄个献身文摕来看，哇，介长诶，但是过程就是讲，伊16岁时，伊就确定讲伊要当年生日拢伫后壁签名，就伊16岁写这篇文章安尼签名。当年的生日，佮签起来安尼。结婚后，甲太太做伙签名。
所以到伊过身就签70届嘛，伊86岁过身，伊届就签76届，70届，70届，啊，伊太太嘛有签，就是在世，伊结婚了啦，结婚了嘛，做太太嘛做会签，啊，但是这是伊过身了人家找着的，对，才知影讲哇，这有影有够敬虔的，16岁就来，咱头一部分了，因为介长安尼，但是当16岁的时阵啊，伊就非常确定讲。伊要算讲变一世人安尼。咱来听小尾也好无？好，我要甲我所有的，无论心思意念、身躯、肉体、财务、时间，还是一切快乐，拢要献互你，是要互我成做有路用的器具，会当引出正人归向你，营养你的命。即句就是这篇的精神，就是安尼。这是1865年11月21号，就是生日的时阵写的。是。哇，这样就感不简单，少年囡仔。对啊，啊，无要有做稿啦，讲稿做稿，讲稿做稿对啊，这是太了不起的。我看教育公报有一个人写伊的迄个，算讲伊的学生啦，写伊的介绍，杨树勇无输，这差不多。较年纪较老的人拢我这个时代要不是听着啦，所以我咱老人啦。啊，伊嘛是新学院毕业嘛，所以伊是经过巴克勒做校长的时阵，伊有讲着讲伊是一个真好的校长。伊讲无错读个博学多才者。伊是杰出的宣教师，真博学嘛多才多艺，精通济学术甲语言。伊有教早期的新学生。教因研究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等等，伊毋但有真高深、真快，佮真好的神学思想来教学生，佮有读三国志等等的汉册小说，所以伊会晓弹琴，会晓教声乐，嘛会拍球，嘛会行棋，真注重灵修，每日读上帝话，新旧约圣经，每一年一定要读一摆，出外旅行嘛照常安尼读。哪里算起来，伊对圣经有遐出色，无是一年到晚都读一摆。我无读。当年上我来读翻译圣经是可能较有啦，这个翻译圣经我一定爱读。而且伊讲啊，伊出去旅行的时阵，伊嘛会讲等来礼拜安尼。对，伊就讲，有一届会出去，算讲去出差吧，转来时阵伫迄个澳洲遮过一暝的时阵，巴克勒就甲这学生讲，咱来礼拜。咱来礼拜不是读一好，我想是亲像伫学校的时，简单要祈祷那定无拍算，伊摕一本新旧约的大本圣经出来，有启应才祈祷，就是讲我读一节，你读一节安尼有启应，了才祈祷。新旧约甲早来安尼。对，就是讲咱毋是来遮一暝尔，你含新旧约的圣经忙拢出来安尼，巴克勒讲啥咯？都爱早啦，爱读就爱摕来啊。这爱读那会使无摕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出门一定爱知的物件，所以这是实在真好的模样。对啊，起码无人再拍拼，这时代有影吼啊。对啊，而且伊讲伊定会找学生来，因为拜六时阵无读册时阵伊就找学生来讲，咱来做阵来祈祷安尼。伊祈祷毋是讲咱就祈祷了，伊拢会先读圣经，逐个读圣经，而且逐个归来。会啊，人发现讲伊脚头遮拢迄喉咙磨较足厉害，有诶磨破。尾啊，才发现讲伊是常常跪咧祈祷，迄破诶所在，即脚头诶所在叫磨破诶。无说讲会跪咧祈祷，较白吧？嘛是会，即嘛嘛会哦，即嘛还个会。我迄年代都安尼互教大汉诶。但是阮即嘛有当时会坐咧啦，有当时会坐咧，但是我家己坐咧是有当会。祈祷讲有经一个方向，讲一定爱为圣地方向，应该无啦，无啦，嘿，我感觉上帝什么时阵拢伫个，毋是伫某一个方向，对我来讲毋是安尼。所以因为阮即嘛伫教会上就是讲迄个头来祈祷啦。对啦，低头祷告啦，就是安尼尔。所以伊毋是凊彩讲诶咧，伊真正是好模范啦。为16岁安尼一路到伊80，是86岁过身嘛，所以伊换个时阵就是中风嘛，就这个咱一开始讲伊中风了，可能骹手较无方便，然后坐轮椅安尼，坐轮椅嘛是继续教册讲道啥，伊的
博士馆头前大家做一个迄个楼梯甲一个斜坡啊，一个坡安尼，一个坡可以会使出入较方便安尼。所以算讲台南遮有遐大介久呢。哦，这老台南人啦，哎呀，比即马一般的台南。台南住60年诶，无简单呢。对啊，讲出外吼，迄个。哎呀，个迄个圣经拢翻译了，个会使去代表台湾人去甲日本人迄个讲团会安尼，表达迄个台南市民的心声啦，吼。对啊，算讲保全咱台南这个土地安尼。这人实在是不得了，我感觉19世纪哈，遐一高人啊，甘伟林嘛高人，马街嘛高人，这种高人。对啊，而且我感觉真感动一点，就是讲，伊在无人看的时阵嘛，伊嘛非常的敬虔。对，迄个年代人哦，迄拢实在的人啦，拢无迄个。伊无甲这当作是一个工课，然后讲我即马做了我该做诶，我私底下我可能啉酒，还是讲伊是当年拢会我各回想一摆讲，我16岁时阵，我诶心愿是啥？我即马个继续甲做落安尼。哇，这即马拄好是一年诶结束，大家在思考一下。这倒我这是新年愿望，我你毋是看他有愿尔，你个要去。直接甲做出来，对，广告做到安尼，这我感觉伊是所有内底无简单，上明显的一个人物安尼。对，我录到即嘛有这个感想，就是讲话，像阮这个博道者啊，是讲就侪毋捌看过迄个基督徒的历史的啊，定拢会想着讲，这信教的人啊，就是基督徒啥拢迄个就反对科学安尼。没啊，巴克利特别对啊，巴克利就是真好的例子嘛。伊家己就是读科学出来，伊在教册的时阵，拄学生嘛有讲嘛，拢会讲伊天文啊、地理啊啥，应该嘛是好书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明白这个世界，因为这都你拿你想当是上帝的创造安尼。啊，我讲一个故事是迄个哈佛大学啊第9年的校长，咱之前捌讲过迄个 Princeton， 普林斯顿有一个校长介重要啊。就是牧师嘛，长老教会牧师，伊诶学生，但是人伊是长老教会建立诶。对啊，马街嘛是发出来嘛，对啊，即马长老教会诶，足侪新人诶老师拢嘛普林斯顿出来。对啊，哈佛其实嘛有公理会啊，伊嘛公理会诶新人伊。嘿，一个第9年诶校长或者霍利奥克 ，Holyoke，伊这21年诶牧师。48岁时阵做哈佛校长，迄阵无人要接你知无？迄阵诶开校拢做辛苦，拢无钱啥。18世纪迄时阵，伊就提倡科学教育，伊就成立北美洲啊第一个物理实验室，物理实验室，而且有一个真有名诶学生，就是 John Adams。华盛顿是第一个总统嘛，伊个副总统就是 Adams。华盛顿下台了，就是换做总统，所以嘛是美国嘅独立嘅真重要人。伊咧读哈佛时阵啊，逐礼拜拢去找即个校长，读圣经安尼。足侪牧师甲教育拢真大嘅关系，因为像迄个巴克利，伊有成立迄个台南圣爱医嘛，做校长。哈佛有一个校长嘛是牧师，而且伊是迄个科学嘅一开始。上早去实行诶，校长安尼，所以基督教甲科学这根本无啥物冲突安尼。有一个较有趣味诶点是讲啊，因为哈佛大学校歌啊，就是差不多迄个时阵，伊有甲书先写出来，尾也佫改过，伊就是用诗篇第78篇，第78篇，诗篇第78篇。篇甲篇个无可能，迄个诗篇内容讲诶，就是讲你来甲迄个祖先诶历史安尼传落去，就是教育诶一个真重要诶目的安尼。迄个校歌啊，到尾也有一句啊，就是讲恁遮学生爱做公民诶领头，爱做迄个听堂，就是爱诶保存者，爱到什么时阵呢？爱到清教徒拢死了一工。以前伊安写意思是讲，因感觉清教徒永远拢未死了，因为遮人就是一代接一代安尼。这有影即马读起来较无合适啊呢。所以伫2018年诶时阵，就是2-3年前诶时阵，甲上尾一句改掉啊，就改做到天顶诶星拢消失诶迄一天。
所以你有看清教徒看哪的拍袂煞，拍袂死啊！啊，金句请牧师。今日的金句是马太福音书第1章第23節。你看，在色女要懷孕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馬內利，翻譯就是上帝甲咱佇地。我去讀一擺，馬太第1章23節。你看，在色女要懷孕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馬內利，翻譯就是上帝甲咱佇地。